新年就快到啦，所以今日我同爸爸整個魚肚粟米羹。我哋首先用清水浸腍啲魚肚，再加啲薑、蔥同埋酒嚟出一出水，再冚蓋煮佢15分鐘，咁樣呢會辟咗啲腥味，仲會令佢軟身啲。喺另外一個煲加水同萬字香醇白高湯嚟做個湯底。呢一個萬字香醇白高湯係用好多頂級嘅魚乾做成，所以鮮味十足。呢一個白高湯好濃縮，所以只係需要加1杯，然後再加8杯水。比其他濃縮湯呢個顏色係比較淡，所以唔會影響其他食材嘅色澤。好似今日嘅魚肚粟米羹，味道提鮮，但又唔會搶走魚肚嘅色澤。呢一家再撈起嘅魚肚，再用凍水沖一沖，將啲魚肚攣乾水，又可以切細佢，切得細但又唔好切得太碎，因為大嚿啲嘅口感好啲。加埋啲魚肚同埋粟米落個湯度，又煲翻滾，煲15分鐘。打2隻蛋白落個碗仔度，再發勻佢。滾緊呢，我哋又慢慢倒啲生粉水落去。慢慢倒至到夠結為止，再沿住個煲倒啲蛋白，啲蛋成型呢，又可以攪勻佢，再加少少胡椒粉，再攪勻佢，然後咁樣呢，又食得啦。今日做咗嘅魚肚粟米羹，試下味先。味道好鮮甜，好掂。希望你哋都一樣咁鍾意食啦。